好 ，OK， 安尼应该会使。来，5月1648年5月初1、初2、初3，美方大部分对北方车内有1只胖船，对平湖内载有36个查甫甲2个查某，再来3只牛、6只猪、7只山羊、40只鸡，还有3只胖船对西那沿海来载192个查甫、5个查某甲7个囡仔。再有147担盐、851包薰草、24捆粗纸、19个铁花、2只牛、518支猪头甲螺啦吼，螺头啦吼，100领做画底的圆婆甲63捆的稻罐，还有3只胖船出航前往南方，坐24个西那人载去13担盐、5罐阿拉酒、3担糖水甲17袋米，包括因家己要食用含要送去予伫咧打狗扑柴的人的米，也伫咧法务议会呢审理一寡犯罪案件。5月4号、5号，晴朗却是寒冷的天气，还搁咧透北风。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136个人。就是有1只胖船来自平湖，再来8只牛甲1只猪；1只胖船来自南方，再来10担咸鱼；2只胖船来自西那沿海，再来50担盐4捆的粗纸；22罐三衰酒。1袋茴香，5000袋旧的虾甲2篮栗子。5月6号、7号，好天，风继续对南方强烈吹来，有3只胖船航往西那沿海，坐57个西那人，载有下日的好物，75担咸鱼，20只鳖，77担糖水甲20袋要家己食用的米。还有2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75个查甫、5个查某甲5个囡仔。再来2只牛甲35只鸡，还有2只胖船对南方来载15个人，再来50担鱼甲100片要做汤桶的茶帮。5月初8，好天，风对南方吹来，因为米伫咧西那非常的贵吼，所以日常愈来愈侪西那人来遮。伫到即个所在的西那人，即马已经约有15000人吼。因为遮尔侪人的流动，毋但真侪米被消费掉，也被西那人经常来违背阮的禁令，秘密来载出去。因此呢，伫咧议会呢，决议为着要防止此事，今仔日就要发布告示，通过任何停伫咧即个岸边的胖船以后，拢不得阁装载任何的册。而迄寡要出航的胖船，家己要食用的米，就是每4个人1袋的米，也只敢若允准伫咧出航的前1天才会当装入船里，袂当提早来装入去船内。也决定讲，今仔日中昼就要派人数够野的士兵去打到桥港、芒港甲鹿耳门去四过严格监视，不得互任何的册对即个所在载往西那。也决定蒋记官 Jerry Kassman 中昼过后，就要带领20个士兵去南方。下设上员 Cornelis Van Dam 也要伫咧明仔载带领10个士兵去北平。有5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232个查甫、5个查某甲3个囡仔，再来40只牛、34只羊甲6只猪。含100只鸡，也有1只胖船来自邦山，坐14个西那人，载有1200领的鹿婆、30袋大马甲30袋米，也有1只胖船对鹿港来，坐10个人，再来2300领鹿婆、80担鹿肉甲40担鹿腿。这篇咱前我印象就深啦，咱有读过啦吼。我记是读到差不多5月中啦，但是我袂记倒一天啦，袂要紧，咱就继续读啦吼。5月初9，
风甲天气如同昨昏透早下设商务员Van Dam 带领10个士兵出发前往北方，遵照昨昏的决议，要去芒港、鹿耳门、嘉亚等等的所在防止米被运送出去。中道收到团导 Hans Ohoff 寄来一张批，奖励对这张批知影讲，南方村社的居民伫本国月5号第4遍去攻击敌对的苏文社，对抗一段时间了后，就夺取该社来该洗劫，并且烧做便地，也甲因的产业切门拢全部来烧毁坏。因此呢，即寡敌人必将因为邀过来落入我方的手里。如果即场战斗了后，有一个敌对的历史社会长落来麻里马伦社见上述的奥霍夫请求，搁再接纳因做公司的朋友。该长老惊甲强要讲袂出话来。该奥霍夫伫阮的认可之下，将会接纳因做阮的朋友。有2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72个查甫、12个查某、甲13个囡仔，再来16只牛、5只猪、甲13只山羊。还有1只高野船对丹狗来遮入港，坐5个人，再来800道的即个做糖桶的房仔，甲20担茶。今仔日也甲禁止运米出口的告示，伫咧通常的所在来打出广告打出。5月10号、11号，暑时的天气，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有6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合计做92个查甫、2个查某，甲3个囡仔，再来43担盐、16只牛、11只猪、27人的鸡、9人的鸭，甲4人的鱼干。有11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577个查甫、18个查某，甲5个囡仔。再来下日的贺母，9匹的花翎，7匹的天鹅绒，5罐的三水酒，1道茴香，4担拿锭，2锭黄金，10道铃仔，760这铃子啦伊是写铃子这铃是一种布嘛这个众志灵魂迄个灵边仔是密伫边这个灵765担盐，2担油，41捆粗纸，1担做画底面婆，9包油搁725道空眼布，5篮油搁270箱面膜，17担茶米，1200道旧的虾，550包薰草，130支油纸线，甲12只牛以及一寡果子。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丹狗，坐18个人，只敢若载有地床门。另外1只篷船航往平湖，坐20个西南人，要去为公司来载喙石仔。5月12，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又搁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载有257个查甫、8个查某，甲5个囡仔。再来下日的贺母。5000道旧的虾，7捆包装纸，25包空眼布，39支条啊，10罐三水酒，180担盐，88包薰草，7捆粗纸，甲1篮茶米。还有1只篷船来自平湖，坐41个人，再来8担盐，15只牛，25只猪，甲30只鸡。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载23个人，载有10担盐，3道要12只米。要暗仔士兵 Hendrik Veer 对 Carinogan 社转来遮，同齐带来带来一个历史社的长老叫做达加旦，伊是引起最近南方战争最主要的元首。苏文社、大狗社甲山地社的长老嘛同齐来，这3个人是要来请求帝和，伫因答应将来会做一个顺服的部署的条件之下，搁再一次接纳因。好，5月13、14，敢会5个拢读过？我看下5月底。6个咧？咱顶回读到6月12啦。我咧找那是上嘿啊。
好来，直接对6月12开始。因为迄种读课，我感觉奇怪，人足熟。6月吼对5号、6号、7号、8号、9号、10号、11号一直到12号吼，写做一篇，拢是继续咧落雨，天气方向不定，但是大部分对北方车来，有1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载330人，载去下日的航母，62担鹿仔肉，177担生的鱼甲鱼干，36担铁，127担藤，4担虾仔，24担蚵仔，34担鹿骹，272担糖水，5担沙鱼油甲82刀家己要食的米。还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德产，载32个人，载有20篮白糖，140刀米，9罐阿拉酒，20罐柚布甲90担盐。还有一只篷船航往南方，载10个人，只敢若载地床门。对假夜接到消息讲，有失事的大船 Junker 号边仔为阮的士兵所做的迄个哨所被有一部分被中悬起来水冲走，因此派中尉 Hans Petersen、Taz Felix 和领港员 Hark Powers 去遐甲哨所搁再一处建造起来，并且将所看到的该船的残骸情形来甲阮讲。6月14、15，这中尾嘛读过。6月14、15，舒适的天气，透南风，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新港啊，坐21个人，载有70袋空烟布、40包衫、200担盐、140捆稻罐、100个盘仔、28篮乌糖甲5袋柚布。还有一只篷船航往牛妈，坐6个新仔人，载有110罐三水酒、25包薰草、100个粗盘仔、50担盐、20篮的乌糖甲40捆的杯仔。还有一只篷船对单到来遮入港，坐5个人，载来250片做糖桶的棒、30担茶。迄只领港船载着中尉 Hans Peters、G Felix， 这名有够歹读。和领港员 Hark Powers 对假夜转来到遮，因已经伫遐又搁该哨所确实来建造起来，并且看到讲，现在除了伫迄只变对船江口号的残骸顶面，阁有3尺外高的即个3尺外高的即个沙以外，海水退落的时阵，伫迄个残骸顶头阁有超过3深的水。6月16，晴朗舒适的天气，透南风，有4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56个查甫，4个查某，再来下日的航母。稍等下，我穿一下衫，会冷呢。哎呀！我的10多年前第一道来美国，我毋是第一道啦，应该算第2遍啦。但是我就是来即嘛即位遮吼，我来的时阵是10个底哦，开始变冷。结果呢，一直到冷到第2年的，已经5月吹。哇！我因为迄年的4月嘛，是足冷的，我真正挡袂牢。哇！这夭寿，哪会有法度安尼规个冬天一直到5月佫遮冷？但是5月其实就是已经开始要变烧了啊。结果我5月初
搁去调去 Boston， 搁北边去啦吼。啊，结果其实我要离开的前2天，我就感觉敢若会较烧脑，就开始会看到鸟啊，伫即个草坡顶，然后跳来跳去。啊，但是我无感受到迄个烧脑的感觉，就第2天就车驶就去 Boston， 啊，搁 Boston 当然嘛够遮冷的，哦，我真正是拄着人生头一摆上长的冬天啊咧，挡袂牢。哦 ，OK， 偌冷呢？其实即马透早暗时啊，吼，差不多嘛是阁是你若台湾迄种Celsius 是0度尔，就是32度，迄个 Fahrenheit 才32度，啊，所以透早暗时啊足冷的。好，6月16晴朗舒适的天气吼，透南风，有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56个查甫甲4个查某，再来下日的号码51包空眼布，1担茴香，2担麻，38片的棒，一袋毋知几袋遐吼，59罐鲜仔食品。60担盐，6包麻布，310包薰草，甲200箱面膜啊，邀10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241个西南人，运去下日的号码271担的糖水，10担的鹿仔肉，78担咸鱼，2担鹿脚，4担沙鱼油，13担陆军，30袋胡椒，甲51袋要家己食用的米。也有一只帆船航往房山，坐10个西南人载去100包原住民的衫，40袋空眼布，200担盐，20担乌糖，30支刀啊，200个空的杆仔，甲70捆的刀管。也有一只帆船航往打狗。坐13个人，载去40担盐、1篮糖甲2罐阿拉酒。入夜以前约3点钟久，看见伫个即个城堡南方的海上远远有2只船。即2只船伫个入夜以前就来到相当近洼的所在，因此阴暗，就派领工船趁着星光来出港。下设上有员 Francois。Manis 和秘书 Skido 工船来出港，要去先甲书信甲伊摕入来吼，并且去看卖啊，讲如果迄寡船袂当像阮所愿望安尼来入港，因还佫有啥物代志通我来做。6月17。风甲天气如同昨昏。迄2只船来港外停船的所在呢，停好了后，迄只领港船约落伫个中昼就去到因的船边，要入夜的时阵，转来到港内，对边队船 Pashanti 号来载来22箱钱，甲载伫转来的其他的号码。该边队船是顶个月28号开动，边队船 OS 号载着合计是884900外毫吨的货物，航离巴达米亚。感谢上帝，因为上述2只船拢食水超过13尺，离即个港岛的港口水深敢若有12尺，因此今仔日拢袂当来入港。对上述的巴达米亚总督阁下来批知影讲，今年度的归国舰队由12只船来组成。伫个今年正月初4载着2073600外毫吨的资金，200多万的资金啦吼。伫司令官 Warren Brant Gallens 的旗帜之下出航，并且知影讲，去年由司令官 Van Vliet
带领出航的归国舰队已经顺利来抵达我国荷兰啦吼！感谢万能的上帝。即一只一寡注考，看看是啥物？第一个注考是物件编号，第二个是讲即个算领队的即个司令官吼 ，Obrant Gillespie 吼，领队载200多万荷吨即个资金的即个司令官，伊是16介是伊的新兵小介吼。1611年出国前往巴达米亚，1613年升任助理，1623年升到上级商务员，1635年担任法务议会议员。伫以后数年之间，担任过波斯的公司商管馆长、海军准将。1648年以归国舰队司令官归国。另外，过来第三个注卡是物件参阅伫另外一本书吼。第四个注卡是 Jeremiah Van Vliet 吼，这是另外一个归国舰队嘛，是整一帮的即个归国舰队的司令官 Jeremiah Van Vliet。是1629年以助理前往巴达米亚，1634年去暹罗担任公司商管馆长，伫遐伫1640年升任上级商务员，对1642年到45年担任马六甲的长官，1646年以归国舰队司令官来归国。好来继续读落吼。讲即个拄则讲迄个司令官所带领出航的归国舰队已经顺利抵达我国。那我咧想无，这是1646年的消息啦，你搁写踮遮是啥物意思？也得悉也知影讲，含西班牙人的和平已经充分来决定双方拢要停火咯，吼。西班牙啦，吼，只间因为法国人甲瑞典人的缘故来，所以也未宣布。有一个注卡看卖，第六个注卡讲1648年正月30日，西班牙甲荷兰共和国停战合约正式伫 Münster 来签署。这应该是拍几啊年吼，就是荷兰其实迄当阵要独立，就是和西班牙一直咧战足久。即个我印象中敢战到好80年的款。事实上，自从1647年6月起，就已经停战了。不过，西班牙甲法国中间的一寡冲突，犹原继续了一段时间。战几啊代的人安尼。战2代人吼，当然，迄当阵战争的规模无像即嘛啦吼。好，咱继续看咧吼。有18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做458人载去陆下货物，821担咸鱼，155担磷442担糖水，24担鹿仔肉，24担蚵仔，280斤陆军，59担铁，7担油，2道胡椒，2道丁香，7道虾仔，甲114道家己要食的米。有一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载24个人，再来4只牛、30只鸡，甲3罐鲜仔的食品。因为大目港、目加流丸、新港甲小人这4社的北商对伫即个汉开设市集日就是讲对讲伫个汉遐即个办即个市集啦吼。地主因的交易较减少表示不满。因此呢，决定讲这4社将会伫本个月20号重新过来发北并且今仔日就要用告示通知大家。
6月18號，風甲天氣又完像以前吼。議會決定，今仔日早起一旦若即個海潮浮克吼，就要派迄隻领港船該動3隻零卡的即個篷船再度出港，並且如此來進行咯。要去下載吼，停佇個港外迄2隻即個對印尼來即個船的貨物啦吼。尤其是要先下載迄隻OS 號頂頭的雲吼，即 OS 是 OS 哈，伊名就叫做 OS。然後要盡量下載其他貨物，以便迄2隻船會當來入港。下載了後，便對船 Patience 號就要佇咧入夜前無偌久，就順利入港來即個城堡頭前停泊咯。也決定講，迄個新澳的即個運河的南邊甲西邊的土地，要互大家去開墾園藝的代誌，將會公開宣布。詳細情形會當參閱決議錄。即個運河是毋是台南運河啊？毋知呢吼。南邊甲西邊的土地。也決定佇咧本港溪和清水溪，攏要將各派駐一個下士甲10個士兵，因為阮聽講有人對遐私自載米出去，所以要派迄寡士兵去阻止。決定了後，今仔日下晡，迄寡士兵就出發去遐。有4隻篷船對西南沿海來遮入港，載180個查甫、12個查某甲16個囡仔，再來貨物如下：7籃的茶米、2罐藍草的種子、15包空眼布、15000袋蝦、40袋棒、30支條仔、5袋釘仔、307包薰草、11袋無好的天鵝絨。毋知啥物叫做無好的天鵝絨，較歹就對啦吼。含130擔鹽，也有1隻篷船對澎湖來遮入港。做22個新仔人，再來5隻牛、2隻豬，也有1隻高野船出航前往打狗。做10個人，只敢若載有地床物。6月19號，過來就誠人啊吼，所以6月真緊就讀了。6月19號早起派3隻篷船和迄隻領港船，閣再出港去下載便對船OS號頂頭的貨物，並且去將該船載來士兵載入來，也如此進行咯。但是因為無風，該便對船今仔日猶閣袂當來入港。有5隻篷船對西南沿海來遮入港，做279個查甫、8個查某甲1個囡仔。再來貨物如下：9罐山水、3捆粗紙、56擔鹽、58包薰草、46包空眼布、32隻牛、21000袋蝦、5擔釘仔、60支舊的條仔、45片棒、21袋天鵝絨、136箱麵膜啊、70條紅色粗70領即個紅色的粗的即個毯啊吼。毛毯吼，和2籃的金線，也有6隻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計做131個西南人，載去下列的貨物：15擔鹿仔肉、45擔鹹魚、40擔藤、230擔糖水、20擔硫磺、2擔沙魚油、2擔鹿腿，甲32袋要家己食用的米。6月20號。好天透南風，今仔日下咧4個春社，因為頂面佇本個月17號所記載的理由，重新發北，條件是成北的人必須要佇今仔日起1個月內繳納罰金的前半月，而且罰期毋是規檔吼，只敢若到後一次福爾摩沙全體發罰日期，就是明年的4月30吼。就是差不多過10個月啦吼為止。這個條件以及
顶一次全体发北的时阵所宣布的条件，拢已经事先大家说明清楚了。结果如下：萧郎、金丁，北乡的名，就是我会念春夏名、北乡的名北京偌济萧郎、金丁公司的翻译员552个，新港标萨410，大目港沙哥230，目加流湾拉哥480，合计1672个。有一只胖船对西那沿海来遮入港，坐61个人，载来35担盐、52包薰草、2包空眼布、2罐茶米、1000岛虾、2个鱼网、12岛绑甲7支条仔。午后无偌久，边队船奥斯号就来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来停泊。6月21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大部分对东方吹来。有一只胖船对北南方来遮入港，坐10个人，10个西那人，再有10拿米、3拿葱仔、4拿鹿仔肉、5拿鱼干，甲16只活猪。也有一只胖船来自西那沿海，坐8个人，再有3000岛虾，甲29岛空眼布。也有一只胖船来自平湖，坐10个西那人，只敢若载地床。6月22，好天有一条乌阴，透北风。有6只胖船对西那沿海来遮靠岸，合计载有128个查甫，11个查某，再来下日的货物，10对石帽，70箱面帽。6罐染料，300袋庄仔，52个铁袜，30罐西那食品，37支条仔，1800袋虾，30担盐，1700片旧的棒，27包薰草，甲6罐拿锭。过来是6月23、24、25、26，一直拢是炎热的天气。风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上午，边队船奥斯号来靠栈桥来下河，来落河啦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入港，载13个人，再来20只鸡甲66只山羊。伫发布议会呢，审理案件，其中关系到迄寡放火的嫌疑犯。因为无够额的证据会当证明因犯了被指控的罪，因此呢，因就将对个北平地区被赶逐到南平地区去迄寡要互即个失事的船江河顶头的云要互云甲东的即个西那人，搁再一次触发前拢加压。以便前方浮靠的时，会当搁再度来进行来护。中尉 Hans Peter 17 Felix 也出发前往遐，要去催因尽量趁机会来护并且要去监督即个护即寡军甲党的工作。好，6月最后一天，6月27、28、29、30，水，但是又搁有落雨的天，这毋知啥物意思。应该是天气算袂歹，但是搁落一寡雨安尼方向不定，有3只胖船对平湖来遮靠岸，坐66个查甫甲3个查某，再有8只牛、37只鸡甲4罐西那食品。今仔日也将迄个劣质甲重的梨儿品质无好啦梨儿变动，这什么意思？会变动，将来不再适用伫支付商品支出，遵照巴达比亚的命令，
以及阮伫咧本国月18号的决议用告示来大家通过吼，就是通过拄则讲的即代志吼，迄种歹的理儿袂使摕来立效就对了。好，6月加最后一天，过来7月。我印象中是1648年前半年拢人啊，后半年就较记较侪啊吼。7月嘛是个人吼。7月初1，舒适的天气，透南风，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431个人载去下日的货物。13担鹿仔肉，48担咸鱼，6担虾啊，376担糖水，180斤的陆军，180斤的陆军，240袋的胡椒，7担油，210捆日本藤，45支剃料啦吼，40担蚵仔，甲98担蟹吼。我来查一下这个蟹鱼啦吼，鱼应该是读做蟹。甘蔗店收3个音吼，用色甲写吼，我拄仔读写你的白话读法应该是读做写吼，歹当古写吼，伊是甘蔗店有收即个歹当古写即个词吼。读做色呢是啥物？颜的款式，互人想思吼，就是想思的思嘛吼。下薄食汤，毋知啥物叫做食汤啊？下薄就是稀薄啦吼。我来查一下大理大顺啥物叫食汤 ，SEKTHNG 第7声。食汤，就是那灌汤啦，迄个汤就是全藏迄个藏吼。食汤就是虾所做的汤啦。甘蔗店写一个迄我看无的汉字，所以我毋知影是啥物意思。啊，大理大书店的汤就直接写全藏迄个藏字，就安尼我就一看就看有啊吼。好。转来是2只吼，98担的蟹，有3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22个人，再来14罐鲜仔食品，7只鸡，7月连跳5天吼，到7月7号，持续炎热的天气，已经7月啊吼，热天啊吼，风一直拢对南方吹来。边头迄阵，OS 号落了伊对巴达维亚所载来货物了后，又搁去停泊伫航道上。边头迄阵 ，Passion 号接煞来外口栈桥来落货吼。因为落干那落货落几啊工吼，落煞几礼拜，超过1礼拜。有2只嘛吼，2只对印尼来的第2只吼，即马要开始落货。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9个人，载有下日的货物：72担糖水、12担藤、10担胡椒、38担蟹，甲7道要家己要食用的米。这2只篷船当中的一只，伫咧出港时被强大的即个海涌来车倒去咯，淹死了6个西南人。拄则我咧读个咧想讲。伊迄当阵落即只船诶，货爱落超过1礼拜，我即种是大船嘛吼，对印尼来吼。我有一回伫咧，毋知是伫 Facebook 还是伫咧 Thread 顶头看过一个咧行船诶，应该是船长诶款吼。啊，伊写文章，伊讲因，譬如讲去某一个港，啊，伫遐等落货。伊有讲一个时间，我袂记诶，但是我印象中足倒诶啦，倒啊，一工会看，一工之内几点，就是你看即嘛速度继续紧诶嘛，伊诶即嘛用个天车调继续紧诶，啊好规拢一
一箱一箱拢就直接掉起来安尼嘛吼。我敢若会记得伊讲，有诶足紧诶，啊，所以因足无爱走迄种路线，足紧诶，太紧诶，连休诶时间都无安尼，连要都规个即个好规都拢落了，就爱个随要开始个船要个开始开船啊。好，来7个8号、9号、10号、11号啊。风甲天气犹原像以前啦吼，有下日的船只对规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94个人，就是2只篷船来自片湖，再来7罐鲜仔食品，6只篷船来自打狗，再有165片的빵，350担茶，155担丁甲35担咸鱼。有2只篷船来自西南沿海，合计载来3600倒虾，50捆的稻罐，2担盐4只牛甲8罐鲜仔食品，还有10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做409个西南人载去下日的号码。75担咸鱼，7担虾仔，60担丁，251担糖水，2担沙鱼油。60担胡椒，32担鹿仔肉，25担蚵仔，15罐阿拉酒，甲102刀家己要食用的米。今仔日想到牧师 Jacobus Vertrich 对荷马人寄来一张批，知影讲伫咧北平地区，即个算个又搁开始有即个传染病啊吼，搁开始凶恶起来吼。大部分的学校教师，甚至是牧师 Vertrich 本人，嘛拢破病咯吼。7月12，规工大部分的时间拢是乌阴落雨的天气，透东风。了后无偌久，变对阵 Passion 2号又搁去停伫咧航道上咯，应该是雨落了吼。落雪，我记得那是7号嘛吼，7月7号开始挖口站桥落雨，到今仔日12号，差不多5天安尼啦吼，6天啦，差不多6天吼，落雨落6天。领港员 Hark Polus 伫咧即个港道里来超征路漂，因为即个港道比以前搁较往北平来刷位咯，即个迄当中叫啥？刀锋内海吼，刷是其实是刷啦吼，所以伊会走往北平刷去吼。而且根据该领港员讲，即个港道搁较深1尺外。又搁有9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265个查甫、10个查某甲23个囡仔，再来155个大的铁蛙，14担糖8罐三水酒，3订黄金400倒空盐布600箱面膜，278包薰草，77担盐27匹天鹅绒，甲36500倒虾。7月13，风甲天气愈动昨昏，有4只篷船对西南来遮入港，坐83个查甫甲5个查某，再来下日的号码。19捆的粗纸，3袋小绿豆蔻，15订黄金，9包空盐布，6包抹布，23匹天鹅绒，55拿面环，20担盐甲2担丁仔。7月14，落雨的天气，透东风，今仔日有5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来遮靠岸，合计坐154个查甫，6个查某，8个囡仔。再有下日的号码：37罐山水，30担盐，320倒空盐布，44匹天鹅绒，14000倒虾，17包薰草
60箱面膜甲54片的茶棒。7月15号，暑湿的天气，透北风，有一只帆船航往药港，坐12个人，即敢若载底床门，也有一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坐14个人，载有5担鱼、8担藤、3担糖水、9袋胡椒，甲3袋家己要食的米。也有2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50个人，载来下日的货物。20鼎的黄金，100袋麻布，1箱铃仔，6袋米，甲一寡果子。7月16号，好天透南风，有5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161个人，载来下日的货物。40捆稻罐，6捆粗纸，174包薰草，23包空眼布，21000袋遐，5匹天鹅绒，50个大铁蛙，110担。又搁90人拿的面环，甲8鼎黄金，也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90个西南人，载有44担鹿仔肉，21担鱼干，3担蚵仔，3担虾，54担藤，1担鹿筋，5担糖水，3袋胡椒，甲22袋家己要食的米。今仔日牧师 Jacobus Vertrich 因为破病，对胡某人来到遮。7月17、18号，风甲天气拢变化不定。透早看见即个港岛的南边海上有一只大帆船，迄是西南生理人三哥的帆船，是今年6月初9载着胡椒、苏木甲 Java 藤，对巴达米亚出航。5后无偌久，受到总督阁下对巴达米亚寄来批呢。有提起即项代志吼。今仔日中尉 Hans Peter Schiffelitz 对加亚转来到遮，报告讲，伊伫遐的期间，日常伫好天的时阵，拢尽力设法派人去唱水，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去互沉伫遐的即个江可号的云。但是因为水枵阁伤深，而且迄只船的残骸顶头堆积太侪的即个沙，所以到现在还阁袂当甲迄寡云浮起来。有一只帆船对偏湖来遮坐9个人，再来2只牛，也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坐35个人，再来3担盐、6000袋遐1篮布甲1篮金线。也有3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16人，载去下日的货物：40担鹿肉、58捆藤、71担糖水、10担鹿腿、33担鱼干、3担蚵仔、5担虾24担胡椒、5担蟹，甲28袋家己要食用的米。7月19。阴暗落雨的天气，风向嘛真无稳定。有一只帆船航往打狗，载5个西南人，即敢若载底床门；也有一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靠岸，载36个人，载有8000袋遐42篮的面环，100袋空眼布，甲60袋麻布。阁剩3分钟吼。7月20。风甲天气愈动昨昏，早起转西提狗的帆船起定要入港，伫领港湾 Hark Pollution 上迄只船了后，就起定要来入港。但是伫外口即个港口的所在，迄支伫半途就有一只损害去的大桅杆被强风来吹断。必须讲爱伫即个用真大的即个情形之下，来甲伊的鼎甲伊随落去。无偌久，迄个鼎嘛被迄个滚架即个海涌来扭断，并且被撒往北边潜水的所在。伫2年前 Zerab 号所即个坐沙的即个所在附近遐。灵骨去靠掉咧，所以伫咧瓦郡岸边的所在来放
来甲伊另外一个鼎拍落吼，但是因为交袂着图，所以就继续停伫遐啦吼，继续吊伫遐。阮看到即个情形，随队此地派大船的小艇载着鼎、锁仔甲人员落去，要去遐尽可能来救援上述的即只篷船，但是呢，因为即个港岛的海影太大，无法度出港。是那的生理人三哥也为着即个目的，带领5只篷船要航往港外，但是5后无偌久，其中2只就被即个海影拍，即个算车倒去吼，拍扁去。三哥家己和其他几个死仔人拢淹死了。哇！三哥伫遮领便当啊。7月21日，天气还好，阮搁再一次派大船的小艇去港外救援。John 水底角的篷船，该船因为海影强烈的冲击，处境也阁相当危险。今仔日该船有得到一个荷兰的鼎。今仔日西南生理人兼公司的翻译员金丁伫遮过身咯。金丁之前则绑着一个车吼，结果伫遮过身啊。人生得道吼，你伫咧咱读的即个38档的30几档的即个日志内底吼，人来去吼。7月22日，好天，风对西南风吹来。今仔日由阮的目枪去为三哥的迄只篷船，搁再装一支大桅杆，并且尽各种可能的方法，要互该船伫咧天气适当的时阵会当来脱潜入港。好，来时间到，咱就读到遮啦吼。7月22号，7月读无煞，我想讲7月要甲读到煞讲。好，热天啊吼，1648年读到遮。好，安尼我要来关房咯，感谢啦吼。多谢阿关，多谢大家。